讲这7个学生渡水的第一时间，岸顶的民众是惊狂来喊救命。当时，当伫个岸边咧做训练的2个海军陆战队的特勤队员，马上就跳落海来救人，把6个学生总救起来。网友是大来学乐，讲这是真英雄，国家应该表扬。海面上有2个查甫人赶紧要收起落落水学生的身躯边啊！其中一个查甫人总算挖进这个落落水学生，顺利将人救起来。海巡人员赶到位，赶紧将落落水学生送去病院，加载无啥要紧。救学生的2个查甫人，身份就是海军陆战队特勤队员。从这边就直接下水了，下水然后往那边看到学生溺水，我们就跟我那个学长就直接游过去了，来不及啊！就当下意思就是先救人再说了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实际到底是几个人，我们只看到一群这样子都在上面那个就是在浮在沉啊。经过一天回想，当时的状况实在有够紧急，才会无顾虑到2米悬的风影，救生科扎得随落海去救人。原来昨下晡，因伫放了渔港做训练，对着7个学生渡水，听到喊救人的声，因就跳入水，是由300公尺救1个学生，用救生科各救另外5个。当事人的太太伫网络有铺一篇的文章。写讲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好代志，是讲当时因先生无任何装备，就用救生科冒险落海救人，就敢若大概出勤同款，让人提心吊胆，引起热烈的回应。他们海陆的救援的话，也是都会借我们场地在这边训练，像消防啊，还有那个安检的啊，还有海巡的，都会在这里。网友都讲，勇敢救人真正是英雄，国家应该表扬一下。这个俗称黑衣部队特勤中士，受300公尺救人的代志，和所有人拢真佩服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